划回去，放一下第一个视频。干嘛？真可爱，不愧是我喜欢的人。你连哈哈哈都能听得出来？梁晨的声音化成灰我都认得出来。咦，You and me， 应该是个巧合吧。YY 房间号135-268-7505，进来。YY 是个啥呀？是要下载吗？还没好，马上就好了，我在注册账号。喂，你好。连 YY 账号都没有，我怕不是遇到了一个千年盒子精。萌姐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啊！看来他的节目要保持不住了。怎么说话呢？不过说的也蛮有道理的。我不要面子的吗？萌姐，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，这个妹子绝对会成为你的噩梦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知道，前段时间我带了一个学妹，我的数据就像黄果树瀑布一样往下掉。那是你带不动。就是你自己带不动，你怪人家妹子。你这就侮辱人了啊！你要是带了一个菜的抠脚的妹子，你的数据说不定就像流星一样悲壮陨落呢。就算我带的妹子是盒子精本体，那也不会影响到我。行，那咱俩打个赌呗。你要是今天被坑了，你就得答应我们一件事儿。违法乱纪的事情我可不干啊！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遵守大学生行为准则。怎么样，敢不敢？赌就赌，反正我又不会输。美好心灵玩的太菜怎么办？果断卸载，世界一片光明。不，我不是这样轻易放弃的人。告诉自己是机器人太强，这不是废话吗？反正别也认不出你，YY变身功能了解一下。这个好啊，变身。所以就算我操作的太菜，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。软萌女生，温柔女生，御姐女生，男神生，这么多选择啊！哎，他进来了。你说陆景难得带妹子，这个妹子的声音好不好听啊？你好，我进来了。飞哥，那谈不谈恋爱呀？我萝莉音哦。我也是哦。好坏哦。喂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。这人声音还挺好听的。我看到你了，我拉你。哎，确认。